Hello，大家好，拍緊呢條片嘅時間係2025年9月18號禮拜四嘅晏晝。咁喺隔咗接近1年之後咧，美聯儲係終於再次減息，咁啊0.25厘啦。跟住然之後今年餘下時間有機會減多1至2口0.25厘咁樣啊，唔知減多1次定2次。有啲財經標題就話實牙實齒一定會減多2次咧。呢樣嘢我暫時就唔係好確定啊。咁但係無論如何啦，再次減息係緩和翻呢個高息犀牛啦。咁暫時咧，即係美股期貨同埋幣市嘅反應係正面。咁但係因為拍緊片嘅時間係亞洲時段啦，都要係呢1-2晚即係美股時段咧，睇埋周線收盤先係見真章啊。咁但係無論如何啦，即係股票同埋 crypto 嗰邊嘅9月魔咒咧，暫時係打破咗係冇出現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就係呢幾日有另一個新聞咧，就係呢個 Tesla 咧，我之前亦都拍片係講過㗎，咁就諗咗好耐之後咧，終於就係再次爆上咗啦。咁點解再次爆上咧？原來上個禮拜五，Elon Musk就係真金白銀5年嚟係首次係增持咗10億美金嘅 Tesla。我自己咧揸嘅 Tesla 咧，之前喺 Quarter Two，Elon Musk 同埋 Donald Trump 反面嗰陣咧，都不幸撚走晒。咁但係我自己係有另一隻標的係間接持有緊 Tesla 啦。我甚至更重倉買咗嗰隻標的添。就係今日想帶出嘅主角契媽 ARKK。好啦，咁我相信即係本台嘅觀眾應該都知道契媽係邊個噶啦。咁為防唔知咧，咁鋪一鋪佢相出嚟啦。契媽Catherine Wood，有人叫佢做木頭姐。其實今年咧已經係即將踏入70歲，已經係婆婆嚟噶啦。契媽咧人稱科技女股神啊，係著名嘅 Tesla 及比特幣、以太幣大好友。去到2022年熊市嘅時候咧，大家發現原來咧只不過係牛市股神嚟啫。疫情牛市風光無限，2022年要幾折墮有幾折墮，隨後3年好似以太幣一樣鳩下，乜都冇做過。跟住去到今年咧，終於鹹魚翻生啦。我查過佢旗下嘅主動型 ETF ARKK 咧，暫時 year to date 嘅回報率係高達40幾，係明顯好過納斯達克100同埋係 S&P 啊。咁我睇好契媽旗下嗰堆妖嘢，包括係幣股啦，包括係即係 AI 應用層公司咧。喺牛三嘅餘下時間咧，係會繼續跑贏大盤。咁加上我今年咧即係胃病咧，就睇唔到咁多隻標的。咁於是我喺8月咧就重創咗 ARKK。當時亦都同投資武林嘅會員講明噶啦，我係打算揾契媽借運啊。我真係睇唔到咁多隻。咁暫時嚟講呢個策略都係成功噶。除咗契媽翻生之外咧，咁我本人今年咧亦都係翻生啊！暫時股票相關倉嘅回報係唔錯啦，已經係超過咗2成啦，就係9月係做得唔錯嘅，暫時係。咁跟住然之後咧，量子嗰邊已經係出現咗倍升股，即係有一隻係坐到贏超過1倍啦。核電嗰邊亦都係有標的浮利係接近80嘅。中意 number 嘅朋友係可以訂閱投資武林啦，或者係睇我年初有條片係講過美股妖股嘅唔少 number。咁當然會員區係有我實時嘅交易啦，咁同埋會有更加多嘅 number 啦。咁特別係中意港股 number 嘅朋友係可以留意我2位好拍檔虎哥同埋特工啊。今年係中好多。港股今年咧同埋歐洲股同埋黃金一樣係靠美元貶值而升得好誇張啊！升得多過美股大盤，咁呢樣嘢亦都係可以留意噶。好啦，晒完單打完飛機賣完廣告之後咧，即係講翻我點解8月咧係會調倉射出去 RKK。胃病係其中一個原因啦。另一個原因就係當時咧即係我重倉咗金同埋 Tesla 咧，咁但係呢兩樣嘢大家都知道啦。Quarter Two 嘅時候係唔撚升啊！我早幾日都寫咗篇文係好詳細講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我突然間咧即係做研究嘅時候就發現到啦，大家都知道契媽係好重倉 Tesla 噶嘛。但係 Tesla 尚未開車嘅時候咧，我見到契媽其實6月開始咧個回報率已經係吊打緊 S&P 咯。即係呢幅圖咧係8月23日我喺投資武林嘅交易筆記度咧 cap 出嚟噶。你見到係8月23日，我 mouse 指住呢個位係冇呃你啦。當時咧我見到即係S&P 嘅回報咧可能係10% 咁上下，咁但係契媽已經係3成幾啦。契媽當時就喺50天線附近整固緊。其實佢唔係淨係靠 Tesla 跑贏啦，證明今年 Tesla 啱啱先開車啫嘛。佢係靠啲乜嘢咧？就係我列出咗呢紮標的包括即係今年升得好多嘅 Robinhood 啦，佢嘅愛股SoFi啊，呢兩間都係金融科技公司。PLTR 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噶啦。元宇宙嘅 Roblox，咁跟住然之後疫情牛市
市升好多嘅 Shopify 等等咧，呢啲都係佢今年博中咗嘅標的嚟㗎。咁我哋不如一齊睇一睇啦。嗱，譬如你話 Robinhood 周線圖咁先算啦，即係關稅線低位嘅時候係30蚊，咁跟住而家咧已經係120蚊左右，升咗4倍㗎嚇。咁跟住然之後另一隻 SoFi 啦，咁就係金融科技公司咧，我都有貨嘅，呢兩隻係8個幾升到去28蚊左右啦，咁亦都係幾倍。咁但係我琴日亦都講咗啦，就係話咧 Put 同埋 SoFi 呢啲咧太過大波啊，你好難好重住係嘛？咁我自己又胃病喎，咁我又唔想即係話個倉咁刺激啦，晚晚喺度勁夜冇得瞓咁樣，咁即係到時啲錢俾晒醫生咁，亦都唔係辦法啊！我唔想幫醫生打工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想係揾啲係可以重倉嘅標的，咁所以咧我就信契媽揀咗 ARKK。好坦白講，2020年嘅時候我嘅好表現咧，契媽亦都係幫咗好多。當時 Square、Roku 呢啲股票咧，亦都係好旺我㗎嚇。咁咪買完即刻升咁樣，咁所以我就投咗契媽，信任一票，亦都係好做咧，就同投資武林嘅會員朋友講咗。好啦，咁我哋咧而家一齊係睇睇契媽咧 ARKK 揸緊啲乜嘢股票先。咁首先咧最重倉嘅當然就係佢愛股 Tesla 啦，啱啱先開車。咁第二大重倉嘅就係 Coinbase，都係佢多年愛股嚟㗎啦。又係疫情牛市一上市 IPO 當日即刻追入 O 咗嘴，即係佢由盛轉衰嘅開始啊。好似係2021年上市，跟住首掛當日咧即刻成個傻仔咁樣追入。咁Coinbase 今年升唔少啦，咁但係非常之大波㗎嚇。咁另一隻爭議好大嘅幣股 BMNR 最近都多人講啊，以太幣財富公司咧，咁佢係買到係3.3% 左右。咁大家要留意啦，呢個 BMNR 咧，我哋一齊睇一睇先，係非常之大波。其實我個人就唔係咁中意呢一類咁樣嘅幣股嘅。但係咧，即係暫時好彩咧，即係以太幣都係升緊啦，睇幣市牛沙啦。咁 BMNR 咧，亦都應該係會受惠嗱，唔一定係跟幣價㗎嚇，呢啲咁嘅西股咧，大家要留意。好啦，咁跟住垃圾股 Roku 又係由疫情牛市死攬到而家2022年跌咗90%之後咧，係冇再升過。咁呢隻係博唔中啦。Roblox 係博中咗㗎，揸緊5點幾個 percent。嗱，睇翻周線圖咯，我哋見到 Roblox 咧，關稅線低位大概係50蚊左右，咁跟住其實而家咧已經係升咗係接近3倍啦。跟住然之後仲有 Tem 啦，AI 應用層公司都博中咗啦，升唔少啦近排。跟住 Shopify 啦，疫情牛市有升，呢一轉亦都係有升。頭先講過嘅 Robinhood 啦，大家好熟悉嘅 PLTR 等等。簡單嚟講，如果淨係睇10大持倉嘅話，其實佢都已經博中咗唔少。近排仲受惠埋 Tesla 開車添。咁所以咧，我就睇好契媽咧喺今年 Quarter Four 咧係會繼續有好表現。嗱，下年就小心咯。即係我覺得契媽幾時開始跌咧，都係其中一個牛轉熊嘅指標嚟㗎嚇。係對大市咧係有啟示作用㗎嚇。我係維持翻2026年股幣熊市嘅觀點。我哋年尾係會再同大家分享點解我係睇明年係熊市啊。今日講到呢度先，咁祝各位朋友係美股 Crypto 大賺，多謝晒大家。